Hello，同大仙有緣嘅網友，你哋好。大仙靈籤堂嘅目標係弘揚大仙嘅靈驗，有求必應，警惡除奸。有時要物係免費嘅，絕不收費。想人生順境，事事亨通，就要敬拜大仙啦。咁呢段片就係講關於真係大仙靈籤，點樣靈驗法啦。話說呢幾日咧咁有啲新聞咧就講翻啦，幾年前殺咗個女朋友嗰個陳同佳啦。咁咧個新聞就係講啦，即係嗰個管浩鳴就披露陳同佳嘅近況，就話佢慘過坐監，日日打機，點會開心？哇！真係人睇到嗰啲無名火都喺個頭殼頂度飆咁咧嗱，講翻啦，咁咧我喺呢個2021年9月25號就出咗段片嘅，咁當時係問咗黃大仙籤，到底呢個陳同佳即係幾時先會即係去到台灣呢個即係審判咧幾時先會去咧？係咪啊？咁咧當時問到支籤咧，嗱籤咧唔係差，籤唔係差喎，係57籤喎，57籤喎。咁咧就係咧呢個獨佔花灰獨佔花灰放大嚟睇下啦，叫獨佔花灰點樣獨佔花灰法咁我喺嗰段片都講啦佢自己都承認啦，肯定係佢殺嘅，都唔使研究啦總之個女朋友一定係佢殺嘅啦，肯定獨佔冇人同佢爭噶啦，係咪邊個同佢爭啫？係咪先？但係籤係中吉嘅喎，似乎咧呢個陳同佳咧即係嗰個嗰個罪名嗰個前景又唔係話衰到好緊要嘅喎。咁大家都睇住啦佢香港度已經係罪滿啦，即係有啲人講啦，佢已經係即係受到咗懲罰啦，咁佢已經咧係即係冇罪名㗎啦因為放咗出嚟啦嘛，係咪即係一個重生㗎啦嘛，係咪？咁但係而家咧因為又即係同台灣嗰邊即係又唔咩啦咁咧。咁又實要保護佢喎，又要住啲咩地方唔好俾人騷擾到佢影到佢佢又唔使返工，又唔使做嘢嘅喎每日3餐又冇問題喎總之唔使為錢煩惱嘅喎日日佢都講啦打機喎，日日總之係對住個電腦打機啦，係咪？哇！真係樣樣都係政府搞掂啦，係咪哎呀，上網費電腦乜嘢設備齊備俾佢都係政府包啦，係咪？即係納稅人嘅錢啦，係咪？你諗下佢係咪中吉咧？直情係中吉啦，係咪？好多人想有佢呢啲生活我相信好多後生都想去，好似佢咁唔使返工，唔使做一日3餐唔使諗嗱，最緊要就係話啦嗰支籤當時21年9月25號出嘅片啦當時問到嗰支籤啦話佢咧就係點樣咧？最緊要第4句買得慢慢行所以一睇就好清楚啦，就係慢一個慢字你諗下幾年啦已經21年9月片係嗰時出嘅已經係話嗰時都已經係好似坐完出嚟㗎啦嗰段片係因為睇到話佢個女仔個媽媽接受呢個類似訪問之類啦，咁出呢段片咁我嗰時先不如問下到底呢個咁嘅陳同佳殺人犯幾時先會去到台灣度即係呢個審判咧係咪？幾時先有機會去咧？點知問到就係慢慢咁而家都幾年啦又幾年啦21啦25啦又幾年啦哇係喎真係唔怪得嗰個管浩鳴出聲啦，原來都好似周年紀念咁因為而家已經10月10幾號啦嘛係嘛，咁佢嗰時9月20幾號到即係講翻嗰件事，咁而家哇真係又幾年啦咁好似周年紀念咁死火啦，咁呢隻嘢哇隨時真係養到佢50歲唔通真係哇養到57啦可能支籤係57唔通真係養到57歲
慢慢喎，你諗下，慢慢啊，唉，真係，唉，都唔識形容啊，總之係慢慢慢慢。好啊，睇下呢啲新聞啦。嗱，呢個係2025年10月13號嘅啲新聞啦。管浩鳴披露陳同佳嘅近況啦，慘過坐監啊！日日打機點會開心啊？追光者報導，唉，即係睇見真係。涉嫌啦喺2018年年底喺台灣殺害女友引發香港呢個逃犯條例風波嘅陳同佳至今仍然喺香港某個深山度呢個隱居哇犀利咯睇下先未到未到台灣自首因為佢都過唔到去唉，即係台灣又係咩嘅？真唔識形容我哋唔係我哋政治盲嚟㗎，所以真係唔懂佢哋都知啦。唉，未到台灣自首，協助佢多年嘅聖公會呢個教省秘書兼立法會議員管浩鳴接受星島日報嘅專訪時就指出啦，事件已經接近冇得搞，冇得搞喎，咁即係點樣冇得搞法唔通放返出嚟？唉，冇得搞喎，情況陷入僵局完全取決於台灣方面嘅態度同埋安排。更指陳同佳嘅現況慘過坐監，日日玩遊戲機，又點會開心呢？唉，開唔開心咁嗰個坐嗰個先自己知啦，係嘛？咁就講啦，管浩鳴喺專訪中咁樣形容而家仍然居於深山嘅陳同佳目前嘅狀況啦。佢坐牢尚且有機會放風到戶外見人，但係陳同佳連呢種機會都冇使唔使俾啲咩嘢優待佢仲使唔使就咁樣一直住喺呢個狹小嘅空間中哇！佢嗰度狹小唔係話深山間屋斷估都有200-300尺啩，唔通得100零尺？我真係唔信啦！平時完全沒有人和他談話，最多偶爾見父母同社會隔絕咗。咁佢殺人咯，殺完人梗要自己都要付出返自己應該受到嘅懲罰啦隔住就點啫？係咪人好過殺咗個女仔，個女仔命都冇埋啦？即係話肯定你比坐牢更不堪喎！真係黐孖筋講啲咁嘅説話真係令人無名火起佢犯嘅係謀殺。誤殺也好，總得給他機會受審吧。黐孖筋真係。對於外界質疑佢打機度日，管浩鳴指呢種講法就太表面，日日玩遊戲機點會開心？一個人對自己未來完全冇方向，就好像大海中的一團物體，隨水漂流。又指陳同佳喺人生停頓咗，冇方向，即係不知所謂。管浩鳴又強調啦，佢話陳同佳自首嘅心係冇改變，始終都有一日要解決。呢個世界總有天理嘛。至於移交嘅過程，咁港台雙方要有商有量，不要引致其他更嚴重嘅後果。追光者翻查呢個資料，台灣陸委會多次強調針對殺人案，雙方應該就立司法互動合作機制，方能根本解決問題。但係港府一直就沒有回應陸委會嘅司法請求，更加拒絕溝通。總之就唔知誰是誰非啦，唔知係邊個啱邊個錯啦，真係唔知道啦。我只知道
點解要出呢段片啊？梗係要講翻黃大仙嘅籤有幾準啊嚇！幾年前21年9月25號出嘅片，就係攞到57籤，就係講咩字啊？慢慢啊！